现在师父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报告，我简单介绍84000门别路啊，84000门就是方法呀，别路就个别不同的方式啊，佛就想尽办法，因为我们众生有84000的烦恼，只有84000吗？不止啊，这个是形容词，告诉我们众生说，不管你遭遇到什么烦恼，遭遇到什么瓶颈，但是佛就有那种大智慧、大功德力，他会用一种方法来救度你，给你希望，给你将来，给你一个方便，让你能够成就。佛就是用这样子各种方式来接引我们众生，所以有84000门别路，分别不同的方向、不同的方法来告诉你。但是弥陀一句总称尊，但是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啊，是最尊贵的、最伟大的、最至高无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句名号要出现，阿弥陀佛才能成佛。如果这句名号没有产生出来，那阿弥陀佛发愿，我绝对不成佛。我成佛是做什么？要用名号给众生依靠，给众生解脱，给众生去成就。佛是发这个愿的呀，所以名号是随着阿弥陀佛成佛之后才会出现在整个法界之中。所以你在称念的时候是最尊贵的，是最伟大的，是最殊胜的。这句名号是最庄严的，所以你这一句就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是这么来的呀。百亿劫中生死罪，各位，什么叫做劫嘛？我经常跟你们解释，一小劫是从84000岁，每100年减1岁，减到最后变成10岁，然后大家都后悔了，觉得哎呀，我们业障这么深重，我们应该要改变心态，要慈悲柔软的心来对待大家，遵守做人的道德。慢慢100年以后又增加1岁，从10岁慢慢增加到84000岁，一来一往，这样叫做一小劫。20小劫才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才一个大劫。所有的佛要3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。你看他告诉你说，百亿劫中，我们在6道轮回就是受苦受难嘛。这一种环境里面，我们所造的生死罪业，你看受生受死，每一次来都生老病死。为什么我们的命这么不清净？为什么这么折磨，这么痛苦？为什么受到这个因果这么大的束缚？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来投胎，我们都造无量的罪业啊，贪嗔痴啊，怀疑啊，骄慢心啊，我们人的执着啊，放不下呀，计较啊，嗔恨啊，报复心很重，我们的习气很重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百亿劫的生死当中所造的罪业是无量无边、无穷无尽。但是所有的高僧大德告诉我，才称名号罪消除。我们才刚刚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的罪消除。在这个百亿当中所造的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全部给你清除干净，一扫而光，一尘不染，不会带着罪业到西方极乐，不会的。你到了极乐世界，所有的罪自然就远离了，就斩断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不要念佛啊？太重要了，很多人不懂啊。你看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事业，为了亲朋好友，为了这种交际应酬，你的心是复杂不单纯的。叫你要修什么禅定的话，你是很难进入那种明心见性，要用禅定三昧是很难很难的。所以佛就告诉我们，末法年代的众生的根气是很低俗的，你靠你自己的力量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，千万不要高估啊！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跟佛所讲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的孝顺，不要去违背它。佛就告诉我们，末法年代的众生，只有靠信愿行念佛法门之外，你想要解脱生死是很难很难很难。各位听明白没有？所以佛老早就告诉你这句话了，你要跳脱生死苦海，除了净土法门之外，他找不到第二个法门呢。印光大师很恳切的、很用心的、非常慈悲的告诉我们众生，没有第二个方法了。佛
佛都找不到第二个方法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哦，你看百亿劫中的生死罪啊，你就念个名号，罪马上就消除，这个重要性在这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啊，好好的念佛，各位对不对？我们要诚心诚意的，注意力要专注，一定要集中，好好的念佛。临命中，我们得到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救度，我们安然自在、欢喜满足的到西方净土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互相鼓励，所有我们全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，要依教奉行，不要独创另外法门了，你就一心一意的投靠阿弥陀佛。以后我们在西方见面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